中學文憑試第一科筆試視覺藝術科開考，有近4000人報考。今屆考生繼續係用報到易應用程式自己簽到。有試場主任話操作暢順。有梁潔瑩報導。喺觀塘一個市場開考前大約1個鐘，陸續有視覺藝術科考生步入考場準備考試。今屆文憑試考生沿用報到易簽到，監考員就用監考易應用程式核實考生身份。由於舊年曾經出現故障，甚至要改用人手點名，有考生預先了解點樣用。之前有喺學校彩排過，所以 OK。如果我一個人出事嘅話，其實大家都一樣啦，所以唔緊要。緊張陣間會唔會太緊張有失手咯？有 check 過。點樣 check 法啊？喺手機睇下有冇輕機嘅情況。有市場主任話應用程式運作暢順，冇出現問題。考評局事前亦都有清晰指引，如果有問題可以即時應變同埋通報。咁至於個報到易，其實佢哋事前咧已經下載定個 Apps 啦，同埋之前咧考評局其實同學校都夾過做過啲彩排嘅，咁所以其實大致上同學基本上所有嘅應屆日校考生咧都知道個流程同埋個點樣去操作㗎啦。咁今朝我哋個市場為例，其實就冇收到考生就話有個異樣或者係用唔到個 Apps 嘅情況嘅，咁我哋個點名程序其實都係流暢嘅。有視覺藝術科老師話，今年試卷難度同舊年相若，但部分題目就涉及較冷門嘅藝術家，同學評審可能比較困難。今屆文憑試有超過55000人報考，比舊年多近1成，其中自修生有大約1萬人，部分係內地考生。而核心科目嘅筆試將會喺星期3開考，首先會係中文科。Now TV 記者